Hello，今日係3月12號，星期四。我屋企嗰個沖涼房啊，裏邊用嘅熱水器啊，已經係有12、13年啦。咁都冇壞到，只不過咧係老化咗。咁我諗住咧就換一個新嘅。尋日咧師傅嚟咧幫我裝咗個新嘅爐啦。舊款嗰隻咧係因為係叫做自然排氣法。自然排氣咧就冇管嘅，冇煙通嘅，就由嗰個二氧化碳出咗嚟之後咧，佢就係自己排放嘅，唔安全啊。當然啦，我個沖涼嘅地方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窗嘅，開咗窗咧都冇咩事，咁多年都冇事發生過。只不過咧，而家澳門政府咧立咗例啦，就係有法律咧呢種款式嘅舊式嘅熱水爐咧就唔可以再銷售，更加唔可以安裝啦。咁我就買咗個新嘅，嗰個牌子咧叫做百家樂，係日本牌子嚟噶，即係個師傅推薦嘅。咁第二咧就係唔係裝喺沖涼房，而係裝喺出邊陽台。咁有個管道咧就攞嗰啲二氧化碳咧就釋放咗出去，就非常之安全噶啦。咁用數碼化噶啦，用 digital 噶啦。我一陣咧就拍咗個短片咧，介紹下。我唔係做廣告，即係介紹下呢部機啊。點解冇考慮另外一個 option 咧？就係裝電嘅熱水器。電嘅熱水器咧，有兩種啦。一種比較平啲嘅咧，就係一個麻煩地方，就係如果兩個人或者兩個人以上沖涼咧，要等嘅。要等個水再熱咧，再開第二個人去沖。如果你裝一個嗰種比較新嘅可以連續兩個、兩三個人、三四個人沖咧，就需要換嗰個電嘅線路嘅，同埋咧加埋嘅成本咧都差唔多高過嗰個用石油氣嗰個咧，差唔多超過40%。所以我就最終係選擇咗都係用翻石油氣爐嘅熱水爐。